呢個約翰福音8:23節用人講到，然後耶穌講本基督的加入經下講本一個隆重人要聽呢個頭嘅，佢講你從大下裡來，我從當個嘅來，你都從呢世界裡來，我唔係從呢世界裡來，咩意思呢？耶穌講一啲啦，人類從世間裡出世，從世間裡成長，從世間裡要。耶穌啊，都從當過來，因為到耶穌都係上帝派下嘅個靈嚟到世間出世，都係按照耶穌基督出世在世間裡的，因為到上帝派嘅燈嚟到世間裡出世，都係按照耶穌基督，所以耶穌講你大下裡來，我當過嘅來。嗱，約翰福音8:24節。因為到提升我講你啲，你都係從大下裡來，係講你唔相信，我嚟講你死在你罪惡嘅方面，係講你唔相信，你係要信任我，你唔係得到呢死亡嘅方面，唔係本啲罪惡達到嘅方面。耶穌講出本自家啲，你從世間裡我從當過來，係咪你相信我，你得到永遠嘅生命？係講你唔相信我，你就死在罪惡嘅方面。約翰福音5:24節，耶穌要講，我講你啲實際啊，係咪你聽我嘅話，甲相信天父派我下到世間裡的，佢得到永遠嘅生命，佢唔係加入定處罰你扮演，唔係加入定到處罰嘅方面，你唔係死在罪惡嘅方面，但係你得勝從一罪惡呢個方面，因為當時家亦相信耶穌基督係個救主嚟講，而家相信上帝派佢嚟到世間，死在十字架，3日因係復活，贖一間人類嘅罪，萬人相信佢得到永遠嘅生命。當時家亦過世之時，即刻唔係死在罪惡嘅方面，即刻嘅罪會佢擔起，即係讓人即刻係相信耶穌基督係個上帝，係個救主，即刻得到永遠嘅生命。也都係咩大場講日後過世之時，即刻在世間你得到，即刻得到佢嘅恩典，得到佢嘅平安，得到佢嘅快樂，得到佢嘅力量，得到佢嘅精神嘅祝福，即刻行呢世間，即刻有得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